自后2025年10月30日，西利教会主日礼拜，大圣咱来听读圣经以斯帖记第2章第1节到第4节，了后咱搁来看15节到18节。这个代志以后，亚哈随鲁王的受气煞，就上去华实地甲伊的所做，以及家己安怎办伊。事后王的人臣就参详，要为着王找水的在色女。因对王讲：请王派官员去全国达省，找所有水的在色女，调集因来苏珊城的护宫，交互管理女子的太监希该，搁供给因化妆品。王佮意的女子，通甲伊设立做王后，代替华实地。王欢喜这个建议，就安尼做。轮到以斯帖着入去见王的时，管理女子的太监希该交互伊的物件以外，伊拢无讨别项。所有看到以斯帖的人，拢真学了伊。伊是末底改的阿叔阿比海的查某囝，互末底改收做查某囝。随鲁王第7年10月，就是第8月，以斯帖互人带入去王宫见王。王爱以斯帖超过其他的女子，伊比其他的在色女搁较得到王的疼惜甲恩惠，所以王用护官戴伫伊的头壳，设立伊做王后，代替华实地。王用以斯帖的名办大宴席，邀请文武百官，宣布全国休假，搁慷慨送礼物。以斯帖做波斯皇帝。兄弟大家平安。以斯帖记发生的年代是伫波斯帝国亚哈随鲁王时代。这大约伫耶路撒冷圣殿重建后，也伫耶路撒冷圣殿重建前的中间的时代。随鲁王伫主前486年到465年之间做王。以斯帖伫上帝保守中，成做波斯皇帝的皇后，也因为安尼拯救以色列同胞免得抵到民族受屠杀灭族的命运，也互以色列人增加一个叫做普珥节的节庆的典故依据。以斯帖记简单来讲，就是以色列先后受亚述巴比伦帝国灭国，了后因受领去到异邦，后来波斯帝国讨放因得到讨放，阁会当回返故乡。总是也有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，迄时也称作是犹太人，散居伫帝国各所在，并无回归故乡。总是因却面临一次灭族的大危机。原来是亚哈随鲁王的宰相哈曼痛恨以色列人，献重金予皇帝，甘愿会当杀灭以色列人的圣旨。哈曼用镰刀做签，决定要伫亚达月13日执行这个行动，致使全帝国内的以色列人陷入绝望的黑暗中。到在上帝透过末底改甲以斯帖的奋斗，扭转局势，互哈曼甲反犹太的势力受反噬消灭。
原本的乌色13日，称做以色列人后来欢庆转败为胜的大节日，因就定阿达月的14到15日交换礼物，庆祝普珥节。以斯帖记较特别的所在，在伫全册并无提起上帝的名，册中也无讲到着耶路撒冷的圣殿也是圣城，连新约圣经也无引用这本册的任何一句话，总是这位稳重的上帝却是全能的上帝，处处掌管人类的历史，甲保守伊的性命，这是上界宝贵的信仰资产。今仔日咱先来看以斯帖记第1章到第2章，大先咱来看分段。第一段是第1节到第9节，水罗王摆设大筵席。这个超级大型的大筵席是发生伫水罗王做王的第3年，也就是主前482年。历史学家讲，这应该是咧庆祝王打败埃及甲巴比伦，以及为着第二次要出兵进攻希腊做准备的庆功宴。水罗王是骄傲阁爱典封神的皇帝。当落时波斯帝国的版图是超级大帝国，东至印度，西到非洲的古实，也就是伊索比亚，也涵盖除了罗马、希腊以外大部分欧洲的地区，总共设127个行省。水罗王大省用180日，也就是半年的时间，调集帝国内主要的领袖、官员、将领甲贵族，举办超豪华的考察旅行团，参观帝国的富裕、强盛甲皇帝的尊贵派头。然后伫苏珊城王宫的花园办桌7日，部分尊贵嫔妾拢通赴宴席参加这个大宴席，昼夜通饮通海，无限制。第2段伫第1章第9节到12节，王后华实蒂拒绝皇帝的命令。上迄时，王后华实蒂中文翻译做瓦实提，也伫王宫的内面宴请女宾。到伫宴会上爱高潮，也是尾日的时，皇帝有米点甲无米通点的时，伊换要点讲伊的王后生做偌尔水，就吩咐太监去请王后头顶护官来出场。若是王后华实蒂毋肯出来，谢皇帝的威风，互伊受气，荒废倒真无面子。第3段伫第1章13节到22节，华实蒂受贿护位。皇帝就问伊遐个国策顾问，这个大臣的领袖米木干顺王的意思就讲，王后华实蒂敢伫国宴，互皇帝歹看面，就应该甲伊废除护位，阁着伫全国内立法令，宣布全国的妇女拢着尊敬家己的丈夫是一家之主。这真正是真够破王的建议。毋过皇帝竟然也允准，阁统领全帝国，就爱遵守。第4段伫第1章1节到4节，选拔新的王后。
随鲁王的气消了后，毋过废侯的命令已经成做袂当改变的事实。伊的幕僚顾问就搁替王出一个遨主意，找找天下在秀女水的姑娘仔，甲因训练，然后王通对迄中间来拣伊上喜意的女子，设立做王后。即款的代志只有伫专制独裁、无人道、无人权的国家才会想会出的办法。结果，皇帝也认可即种的建议，就批准实施选后的计划。第二段伫第2章59、10节，末底改送以斯帖去后宫。末底改是出身伫以色列人中间便雅悯支族的犹太人，伊的祖先是扫罗王的老爸基述，所以严格讲起来，伊也通算作是以色列的贵族的后代。伊的先人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掠约雅斤王去巴比伦的上时，迄批早期的难民的后代。伊看家己的即辈小妹合大沙爸母拢过身，可怜，就收养伊做家己的养女。合大沙有一个抱孙的名叫做以斯帖，以斯帖也受送到后宫受训练，以便皇帝选后。以斯帖得到后宫总管希该特别的疼惜甲照顾，好款待，甲伊分配有7个宫女侍候伊，阁予伊住踮后宫上好的房间。第二段是第2章11节到18节，以斯帖受选做王后。以斯帖有听末底改的吩咐，并无透露家己真实的出身甲所属的宗族。末底改也逐日关心探听以斯帖生活过了好无。后来，伫亚哈随鲁王做王的第7年，就是主前479年的时，以斯帖脱颖而出，成做抱孙的新王后。佮用大宴席甲放假送礼物，庆祝以斯帖成做新的王后。第7段伫第2章19节到23节，末底改救王的性命。末底改会当坐伫王宫的门，表示伊也伫王宫谋得一份的工作。具体是甚物职务，圣经并无明讲。讲有一日，末底改拄好听到2个固守王宫的太监计谋要害死皇帝，伊就去密报互以斯帖知，通转告皇帝查证事实。后来太监受处死。即件代志也记载伫王家的大事录做文献。对以斯帖第1章到第2章，咱通学习到甚物？头一项伫遮咧讲爱珍惜亲情，珍惜亲情。末底改看家己即辈小妹是孤女，无依无倚，佮减伊几若岁就收养伊做家己的查某囝，百般照顾、疼惜、养育、保护。以斯帖也真珍惜即份亲情甲温情，伊也事事项项听叹养爸末底改的教导甲吩咐，成做真有效的查某囝。即款的亲情互动，确实互咱真欣赏，也值得咱学习。伫这世间，上界亲也是上界歹经营
的关系，除了婚姻家庭以外，就是亲族之间的关系。相信这少少咱也感同身受，无遐尼好理解。总是无理解，家己无爸无母，阁幼小即爸小妹，家己接纳做儿女，做查某囝来养育，而且毋是咧利用伊，也是剥削伊，是无条件会疼。伊所流露的父爱，也袂比任何疼查某囝的老爸较输。这是伟大无私的父爱。当然也已经进入抬杠节，迎接无偌久耶稣圣诞。圣诞节也互咱联想到耶稣的老爸约瑟，伊甲耶稣并无直接的血缘关系，毋过伊也诚做婴仔耶稣，甲耶稣伫大汉以前的养爸，互耶稣有父爱甲完整的家庭。毋管是亲生还是请养，珍惜家庭、亲族、亲情，若是世间所咧重视的好品行，这也是上帝看做好、宝贵信仰的实践。第二，伫遮咧讲，憨人爱典封神，憨人爱典封神。波斯皇帝阿随罗王就亲像新约圣经中耶稣伫讲迄个牛郎的财主，爱典封神。波斯皇帝阿随罗王，伊是超级大帝国的皇帝，论权势、论财富，无人会当甲伊相比。就算所罗门王在世，也无才调甲伊来比拼。因为安尼，阿随罗王伊尽展伊的富裕、强盛甲尊贵，伊调集帝国的领袖、人臣、将领甲贵族，组成豪华的考察观光旅行团。当然，这大交通所费开销，可能由皇家也是帝国的经费来支付，而且这个出游的期间竟然长达180天，半年之久。了后，办得一礼拜所用的器具也是拢真高贵精美。最后，伊想要展示丰富花石地的各项天色，毋过丰富拒绝，互伊亲像去互突破的鸡龟仔，连伊就萧风失色。咱看到随罗王伊放大气功，头壳底草包是阿斗，也亲像台语咧讲破风水鸡刣无肉，无啥内在。伊竟然废掉花石地的护卫，而且放射成性，伊毋知算断偌济遮个在世女一生的幸福，干那为着要找一个伊喜意的做新的王后。用咱今仔日的讲法，伊是一个真可恶的垃圾查甫，是渣男。差别只不过，伊是一个大有权势甲财富的帝国皇帝若定。总是随罗王在位，请赢也只不过前后21年，落尾伊也甲所有人共款，人生的结局是死。圣经教是咱济济人生的道理，也愿咱做智慧的人，毋通成做上帝看做的憨人。第三，伫遮咧讲到着，伫暗室中间，上主犹原掌权。伫暗室中间，上主犹原掌权。以斯帖记记载，伫当当时，世界上有权势的波斯王中，虽然是人人欣羡权威的中心，毋过皇帝只不过
是一个草包阿斗，也差一丝仔互反叛的宫中太监暗杀。伫掌权治理下面，这个国策顾问也简单会晓普普坦坦出一寡戇高后的建议，亲像发布命令爱妇女尊敬家己的丈夫，废除选妃，糟蹋全国水的在手女。即款的皇帝其实互人看破骹手，看做笑话。毋过伊却建立一个超大的帝国。伊的一句话就生杀大权，甲会当影响世界的力量。伊拍一个骹唱，就会当做大风台，是一个恐怖的存在。毋过人伫做，上帝也咧看，上帝也伫咧瞧，上帝伫背后慢慢出手修正，也通过末底改以斯帖诚侪迄个暗示的明灯，诚侪以色列百姓拯救的愿望。愿咱信靠上主，每时每日的同在甲引带，亲像管世滔天的波斯皇帝，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。伊不可一世的威风到落尾，也亲像浮云消散。毋过上帝永远掌权治理伊所创造宇宙世界。当咱今仔日的台湾甲世界虽然也充满侪惊涛骇浪，世局变化无定，毋过主上帝、主耶稣是人类的救主甲愿望，伊要带咱行出黑暗的真光甲活命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欢喜你做阮的救主，阮也等待你的搁再来。也伫即个抬杠节第一主日，阮也用愿望期待的心来等待你的真光降临伫即个黑暗的世代。阮伫你的面前，也求你别人看顾。伫即个旧的一年也将近伫要结束，阮嘛仰望伫未来新的一年，犹原伫你真理的神引带带领中间，行伫光明活命的道路，献上感恩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上帝行做，盘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，愿伫教会，甲伫基督耶稣，荣光归到万世，代代无煞，阿们。